离婚！不许！凭什么？我们有言在先的，我早晚会出皇宫，找到我的未婚夫成亲的。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郑经远在台湾，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偷金钥匙。朕是不能下旨要吴三桂交出金钥匙，那样的话，他会抵赖说这把金钥匙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被刘德昭的手下给劫走了，所以朕得派人悄悄地去偷，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宫里和朝廷里的人。臣明白了，臣不会找宫里的人去做帮手，而是去江湖上招募一些臣以前闯荡江湖时所认识的武林高手，只说是去平西王府劫财，不说是去偷金钥匙。如果成功了，臣便回来复命；如果失败了，臣宁愿一死，也绝不出卖皇上。李太医，此次行动十分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若情况不妙，务必全身而退。臣定当不负皇上重托。那奴婢也去，正好有个照应。你去做什么呀？你不过就是轻功好，逃命还行。你去了哪是帮你哥哥的忙啊？那根本就是拖后腿。实话跟皇上说吧，奴婢在这皇宫啊，也待腻了，想要去江湖逍遥自在一番，顺便找到奴婢的未婚夫。离婚！不许！凭什么？我们有言在先的，我早晚会出皇宫，找到我的未婚夫成亲的。老大，别再跟小弟赌气了。奴婢不敢，皇上别再折煞奴婢了。那日在刑场之上，奴婢跟龙三已经断绝了兄弟之情，如今已经不再是兄弟了，而是君臣。好，那朕就下旨让你在宫中陪着朕，永远都不得离开。那奴婢如果非得要走呢？您是打算把奴婢的双腿砍下来啊，还是用铁链子把奴婢锁进天牢呢？奕欢，皇上胸怀宽广，又重情义，所以才对你一忍再忍，你怎可不知好歹，得寸进尺？你那未婚夫迟迟不来寻你，想必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待他完成了心愿，归来寻你之时，你再向皇上辞行也不迟啊。到那个时候，皇上一定会放你离开的。欢梅，不要再跟康熙置气了，这样改变不了什么。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真的铜匣，查出内奸。我再借此次盗取金钥匙的任务，彻底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我听你的，朱哥哥。对不起，欢梅，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等我们完成任务，我马上带你离开。朱哥哥，你不用跟我道歉。也许你跟师父都是对的。等光复了大明，你当上了皇上，也许你会是一个比康熙更好的皇上。欢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太子，此次康熙派你去滇都抢夺金钥匙，没安着什么好心。若是成功了，自不必说；若是失败了，他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不至于跟吴三桂闹翻脸。只是康熙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等我拿到金钥匙以后，我就交一把假的给他，再向吴三桂透露我们是受了康熙的指使，从而进一步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太子此计甚好，只是吴三桂早已知晓金钥匙的秘密，定会妥善收藏，并派重兵把守。你一个人前去，恐难达成任务。我等师长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跟你一同前往。若有诸位师长相助，此次去滇都盗取金钥匙，定能事成。可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机关重重，咱们这些人除了雪衣居士，没有人懂得机关阵法之术，所以没有他的话，
此事不行。六师傅去山西追杀裘贵去了，也不知道得手了没有。盗取金钥匙也是当务之急的，我们得赶紧通知雪衣居士，让他杀了裘贵之后，火速赶往滇都，与咱们会合。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最近我训练了一批信鸽，正好派上用场。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你没想到吧？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而是师姐弟。叶倩影本姓樊，应该叫樊倩影，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父王。去，把叶氏兄妹给我擒了，拿回金钥匙，你就还是我吴三桂的儿子。倩影，二公子，倩影，这些日子我一直忙于王府事务，没有抽空陪你。你可觉得孤单？还好，有王妃每日陪我四处游玩，而且每晚我还要配合心法内功，加强这冰肌血符膏的药效，并不觉得孤单。那就好。让我看看，你的脸遮得怎么样了？你怎么了？来，倩影，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客栈遇劫的时候，我对你说的话吗？吴公子，你别追了，这三更半夜，荒郊野岭的实在是不安全。我不怕，我担心你。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
却是那么的精致，你根本不必在意的。千影，你看到了吗？你是那样的美丽。这是我吗？这真的是我吗？是你啊，这当然是你。千影，你在我心中本就是一个内外兼修、文武双全的优秀女子。二公子，你还要叫我二公子吗？叫我英奇。英奇，多谢你，你给我的不仅是一份美丽的容颜，更是一份难得的温情。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想骗我？你们明明就是明珠谷的杀手，你们也不是什么兄妹，而是师姐弟。你们遇见我也不是什么机缘巧合，而是为了那把金钥匙。你什么都知道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接近我除了金钥匙之外，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不要撒谎，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没有喜欢过我，但我却是真的喜欢你。你走吧，还有你的师弟，你们都走吧。你说什么？你要放了我们？我父王已经在府外设下了500禁兵，你们逃不出去了。拿着这把匕首，以我为人质。可是，如果我们走了，你怎么向你父王交差？我自有办法。别犹豫了，压着我冲出去。范千影、叶补生，你们赶紧放开二公子，我还能替你们兄妹2人在王爷面前求个情，否则的话，我今天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让开，否则我就杀了二公子！混账，还不让开！快让开，保护二公子要紧！慢着！干什么？你们想害死二公子吗？丽妃娘娘吉祥。哎呦，听说我们的世淑姑娘在做女工呢，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喝点茶吧。哎呦，哎呀，现在丽嫔娘娘升做丽妃娘娘，开始取笑我了是吧？哪有？我升了丽妃又有什么用啊？这整个皇宫谁不知道，皇上最宠幸的是一个什么名分都没有的世淑姑娘。我才不想皇上宠幸我呢，没什么稀罕的。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这是我第一次做女工，特别丑，你别笑我啊。咱俩一块长大，我还不知道你。来吧，我不会笑你的。好看吗？哎呦，这针脚可真是够粗的，果然是见不得人。不过没关系啦，你的猪哥哥一定会视若珍宝，不会嫌弃你的。这个不是给猪哥哥的。荷包是贴身之物，这又是你第一次绣荷包，意义非凡，不给猪哥哥给谁啊？这个荷包是给皇上的。你不是说对皇上已经死心了吗？我还以为你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大师兄呢。我是对皇上死心了，我也正在努力对猪哥哥一心一意。可这是猪哥哥嘱咐的，他说让我别再跟皇上冷战了。
尽快恢复以前亲密的样子，所以我才修的这个荷包。大师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大师兄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一定很矛盾，很痛苦。薛姐姐，等我们查出了内奸，找到了铜匣，撤出紫禁城，朱哥哥就不会再难过了。看到你终于能回心转意，我真替大师兄开心。应琪，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琪了，还是叫你二公子吧。二公子，多谢救命之恩。你们快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如果下次相见，绝不容情。二公子，二公子，撤！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二公子，你没事吧？让他们跑了，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快，在我胳膊上砍一刀。啊？这还不动手？一欢，明天是你的生日。这个呢，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赏赐给我的蜀绣，连皇后都没有呢。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一愿吃遍天下美食，2愿穿尽天下美衣，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所以啊，这个珍贵的蜀绣，我就转赠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真的好好看啊！雪姐姐，你对我真好，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哦，对了，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连召见你、嘉奖你几句都没有。哎，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指不定有多开心呢。哎，对了，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你猜猜是谁送你的？什么呀？哇，石头小猪，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是你的猪哥哥送给你的。大师兄啊，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放在我这儿，托我转交给你。你的猪哥哥是让你把它挂在胸前，系在心间呢。可是我手太慢了，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猪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没关系，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大师兄知道了，一定会很满足的。站好！快追！追！
没事吧，陆小弟？没事了啊。看来这出了紫禁城，还真得让你这个老大保护我。哦，对了，我们赶紧去另一棵树上，把丽嫔弄下来。哦，对，走。走。丽嫔娘娘。哎，丽嫔人呢？薛姐姐准不放心朱哥哥，又悄悄赶去帮忙了。丽嫔怎么不见了？我可能记错了，我哥没有把她藏在树上。那，咱们赶紧一起去找她吧。书剑已经为国捐躯了，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龙小弟，你可真仗义。不用找了，我在这儿呢。丽嫔，你去哪儿了？哦，臣妾被李护卫藏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我看到他们走远了，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啊，主子，臣妾的爹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臣妾小时候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这点胆量还是有的。以前在宫里的时候，总觉得你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温婉可人，没想到你还外柔内刚，有胆识。主子过奖了。哎，行了行了，咱们别在这聊天了，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这样，去反方向，咱们逃吧。好。我的手，快快！不是我的，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我把那个人解决了。快走走。给我拿点水。谢谢啊。他怎么样？等一下，我先来。救救我！疼！我热水。忍着点。王大哥。所以，王大哥乔装成主子的样子，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放，中了好多刀。这些侍卫都是我从宫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都训练有素，忠心耿耿。出宫的时候有30余人，现在却只剩下这么10来个。刘德昭啊，刘德昭！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清楚。主子，昨天我本可以杀了他，但我未奉主子的旨意，不敢擅杀朝廷命官，而且就那么一刀结果了他，实在是太便宜他了。你做得对，要杀一个刘德昭容易，但是一定要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明正典刑，这样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等我回了宫之后，就借刘德昭这颗人头，开启整顿吏治之风。哎，朱哥哥，你知道吗？你说这个刘德昭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派人来抓我们，为什么让他的手下偷偷摸摸的呀？这些黑衣人不是刘德昭的手下，不是刘德昭的。主子，你看这些伤，这伤怎么了？这伤都是左身右切，下身上切，说明这些杀手的刀法习惯反劈和上溜，这和之前舒总兵身上的刀伤是一样的。这是江湖中地躺门的独家刀法，刘德昭手下的正规官兵不可能会使。那按你的意思说，追杀我们的人和刺杀舒剑的人都是同一伙人，都是吴三桂之士？10有8九是如此。难道吴三桂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这倒未必，也许吴三桂只把你当作钦差大臣，怕你调查舒剑之死时有所发现，才想要在山西地面上杀人灭口，嫁祸给刘德昭。看来你说的对啊，这趟回京的路上注定不会太平。主子，有一队官兵追过来了，有多少人？30-40人。主子，我们赶紧走。昨夜我们刚经历一场血战，不宜跟他们硬刚。走。
没有船也没有桥，我们怎么过河呀？主子放心吧，昨夜我们逃出来之后，我已经安排兄弟们提前过来探路，准备好了渡船。河的对面是一片宽阔的树林，只要进了那片树林，追兵们就不容易追到。你应变能力之强，安排之周密，确实令我大开眼界。要是论江湖经验，我确实不如你。主子过奖了，臣从小生长在民间，在江湖中摸爬滚打，而主子高居庙堂之上，行的是安邦定国的大策，臣怎敢跟主子相比呢？你也不必谦虚了，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在这方面，我确实应该向你好好学习。主子，我们尽快骑马上船吧。来，快跟上！这边，追兵马上来了，你们先走，我带侍卫兄弟们去引开追兵。哦，主子，我跟李太医一起骑马引开追兵吧。那不行，火心，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可是，我担心这船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况且臣妾又不会水，出了意外，大家更危险啊。可是，主子别犹豫了，你的安危最要紧。一环，主子交给你了。行，出发吧。走。我们走了，注意安全啊！奇怪，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如影随形？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不可能啊！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没有人了。希望如此吧，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一直在追踪我们。兄弟们，追！奇怪，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如影随形？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不可能啊！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没有人了。希望如此吧，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一直在追踪我们。你怎么出手了？娘娘，你居然会功夫！当心！奴才已查看了竹林，没有发现敌人。好，知道了。
奴才告退。哎，老大，老大，你把锤推走干嘛呀？这样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找不到我们怎么办？龙小弟，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你说你把船放在这不推走，那敌人追上了，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真是。哦，哎，你会不会水啊？不会啊，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从来没下过水。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你当哈鸭子算了。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了。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他呀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哎，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也没用啊，他还得护着婉心，那怎么从河对岸游过来？我哥哥怎么可能带着丽嫔娘娘下水啊？我哥可厉害了，他会很多本事，只要给他半个时辰，那河边这些树木啊，就可以让他弄下来做一个木筏，直接带着丽嫔娘娘就可以划过来了。再说了，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们。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以前啊，我还挺自负的，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现在才知道，这世上人才太多。只是我很幸运，若你哥哥做了皇帝，未必比我差。哎呀，龙小弟，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知道吗？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我开个绝无妨。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咱们赶紧进树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走。哎，等一下。老大，你也太大惊小怪了，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怕有埋伏啊！你以为你真是龙啊，能腾云驾雾啊？老说我武功差，武功差，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有埋伏！主子，你们先走。走。你怎么那么重啊？重的跟猪似的，累死我了你！好险啊！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走吧。龙小弟！龙小弟，龙小弟，你没事吧？你个笨蛋，准是吸了毒烟了。龙小弟，龙小弟，你醒了，没事吧？老大，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做什么梦了？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
不正经，一醒来就不正经，是不是？老大，我呼吸不过来。你又怎么了？这装的还是真的呀？哎，你别吓我，龙小弟！龙小弟！龙小弟！心中细流。你又骗我是不是？没有，老大，我没有骗你，我是真的很难受。你再给我坐一下。坐什么坐？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龙小弟，你别跟我开玩笑啊！龙小弟，龙小弟，龙小弟，醒醒啊！龙小弟！倾城，你感觉怎么样了？等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再给你疗伤。我没事，辛苦你了。你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说这些做什么？今天若不是你，我就危险了。只要能真的帮到你，就算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你几次留下来不肯随康熙走，都是为了我。其实你不用担心我，那些官兵对我来说，不过是清廷养的酒囊饭袋，根本就奈何不了我。大师兄，若是放到平时，我自是不担心。可是这回你从刘德昭的府上救了孟祥和以后，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都没有休息，万一稍有闪失，出了意外怎么办？你还知道为我担心，可另一个人只知道为别人担心。大师兄，你别伤心，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只是在她心中啊，你这个猪哥哥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根本不需要她担心啊。臭死了！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你哪是龙啊？你就是一头猪！你才是猪呢！割到石子儿了！你干什么？要弑君啊？你有没有良心啊？我累成这样，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不是，我哪儿装昏迷了？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得了吧，你刚刚明明是醒的。不是，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我正想下来呢，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我就想听一下，没想到啊，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被我发现了以后，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恶人先告状啊！行，我躲开行了吧？别，老大，你不是。你别生气，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不是，老大，我这屁股坏了，我追不上你。老大，不是，别生气，听我说，我那时候，不是，老大，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走开，快走，二位，慢走啊，越来就走。酒足饭饱，好幸福啊！不过。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你放心吧，以你大哥的本事啊，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也只能如此了。大师兄，不是那儿，是这里。啊！怎么了？
大师兄，现在啊，你是大夫，我是伤者，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来，我们这一路上，自离了太远，就遭到吴三桂、刘德昭2路人马的追杀，实在是太蹊跷了。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和计划了如指掌？对，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很有可能，我估计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多半是鳌拜的党羽。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让他们君臣内斗。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找点水。钱啊！哎，老大，付账啊！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啦。哎，二位，你们谁付账啊？不是，那个掌柜啊，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是不是啊？对。对。你怎么知道？哎呦，赖账的都这么说，我见得多了。不是，掌柜的，我没有想赖账，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然后我们……哎呦，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一会儿说丢了，这出来想混神儿，先把谎撒圆了再说。这真没撒谎，是谁撒谎了？真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呦！哦，摆个臭架子吓唬我，是不是？你不是撒谎，那好，饭钱付了。哎，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对吧？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的确是这个理儿。不是，这掌柜的，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那你给钱，快把钱给了啊！老大，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回头给你买几个玉。不可能！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不能给你。掌柜的，要不然这样，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我给你送10倍啊，不对，我给你100倍。哎呦，呸！还10倍100倍，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你撒着谎，小孩都不信。我真的没有撒谎，我家里真的很有钱。你别说10倍100倍了，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掌柜，你醒醒好吧，好吧，回头真有重赏，还有重赏啊！哎呦嘿，我可等不及重赏了，我先赏你。小二，有，还有吃霸王餐的，谁？他们俩给我捆了，送衙门。站住！一般遇到这种情形，别跑！别让他跑了！站住！
当大清皇帝，居然沦落到付不起饭钱，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啊！行不行啊？这才一会儿扎了10几下了。你嫌弃我啊？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以前都没有过。这么说，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当然了。哦。你堂堂大清皇帝，怎么能调戏良家女子呢？烦死了！别着急啊，第一次慢慢来。啊！听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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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见！老大，这次回了宫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好好的珍藏起来。至于吗？不就缝得差了一点吗？你还存起来，好随时嘲笑我是吧？老大，我是跟你说认真的。我贵为天子，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追得如此狼狈。这次出巡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所以我要收藏好这一件衣服，好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皇帝。我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这样天下才能太平。说得好，龙小弟。哎呀，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扎破手指了。老大，这个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距离昨天咱们吃的那个霸王餐已经12个时辰了，我前胸都贴后背了。放心吧，有老大在，绝不会让你饿肚子。走。哎，老大，你要不饿的话，你背我。哎，老大，看到了吗？有一个富商啊，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哦，老大，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不当叫花子当什么？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就咱俩这3脚猫的功夫，打又打不过人家，身无分文，怎么逃啊？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现在想要脸面，还是想要命啊？那还是要命吧。找着了，找着了！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谁认识你啊？走吧。挤什么挤啊？明明是你挤我了。我挤你怎么了？我比你爹岁数还大，就你这样子，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你知羞不知羞啊你？毛蛋，再来一碗。没了啊，回去吧啊，没了啊，没了啊，今天都没了，下次再来吧。哟，后生，你来晚了，这都没了。等一下。给。我说小后生，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多少能沾点骨气。你不要，我要。怎么样，好喝吗，龙小弟？就是少了点。
对了，老大啊，你喝了没？我喝了，我在那边早就喝了。我可不像你，放不下身份，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有时候太君子啊，会挨饿的，知道吗？老大，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没有，我这是撑的，我刚才吃特别多。给你吧。我不用，我平时吃的比你多，这肉都藏着呢，现在可挺饿了。什么不用啊？拿着。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虽然这只是一碗粥，那也得一人一半。不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就算走一天100里，也得走10多天呢。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雇马车啊，我问过行情了，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你有吗？哎，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老大，要不然你把那……公子，少一点吧，我真的没有了。没吃饭。谢谢公子，谢谢公子，真是。给我一点吧，走吧。没有了。老大，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等我回了京城以后，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不行啊，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他一定会很难过的。哎呀，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行不行？好，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我还就不信了，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文武双全，什么都会，对不对？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老大，你的耳环呢？哦，这儿呢。哎，你的金镯子不能当，耳环可以吧？耳环是可以啊，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只能卖10几个铜板。10几个铜板就够了，走。哎，不妥啊！我认为你这个方。